平安。我们一起预备心，来为今日的敬拜来准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来开始。所
的牧者、长职同工，还有各牧区小组团契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成为牧者的好帮手，全心全力来侍奉神，接着神的心意完成圣工。也为了今日牧师所传讲的信息祷告，求主赐他智慧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两项事情祷告。继续唱这首诗歌。风浪平息，主，你掌管天地万物。主啊，你说立就立，你说有就有。主，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面前，
恳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主啊，来掌管我们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你说有就有，你说立就立。主，我们将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带有能力，恳求你将这份能力也献给我们。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立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将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立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将大海分开，将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立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来宣告主的国度降临。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带有能力，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再次宣告主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方。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要大声敬拜，荣耀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就要离去，将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立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荣耀荣耀充满着你，我
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所有的黑暗势力必要离去我们的身上。哦
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是的，主耶稣，你是荣耀尊贵，配得我们众人的敬拜。主啊，我们用恭敬的心、渴慕虔诚的心来到你面前。在春节过后，新的一年正式开始，让我们用着敬畏你的心，走前面的道路，走恩典的道路，走神所赐福的道路。主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边，身心灵被神所大大的祝福跟充满，献上感恩，献上祝福，也献上祷告。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你要用田地的最好产品献给上主，表示对他的尊崇。你这样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新酒盈溢，储藏不下。第二段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1到5节和第9节，请会众一起来攻读。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他们从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着快乐，在极度的贫困中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出于自愿地。他们向我们恳求，在接济犹太的信徒这一件善事上，让他们也有份。这实在远超过我们所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的奉献给主，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第9节，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自己成为贫穷，目的是要你们自由，由于他们的贫穷而成为富足。献诗请指南小组，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永戴耶稣为王》。献诗完，请夏牧师证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使贫穷成富足的主。耶稣走。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子兰小组的诗歌带我们一起敬拜，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台湾人过春节都要这个，大概是在元宵节过才真正说春节过哈。现在现代社会比较没有这种农业时代的习俗，但是我们又回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新年恭喜，耶稣爱你，好不好？来。我们在新年都会举行一次的圣礼典，哈，今天我们要举行圣餐。不过今年的复活节比较早，所以今天已经进入这个叫大斋节的第一主日了。换句话说，我们有40天要来预备心，迎接主耶稣的受苦跟复活。所以呢，在前面的6个礼拜日，前面的6个礼拜日开始。有连续6个礼拜日的这个叫做四旬节，其实它是用算周间的时间所以跟我们教会在明天开始要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意思是相符的，虽然日子不一定完全完整，但是这个是要我们预备心。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是我们的春节的感恩的圣餐，也算是进入耶稣这个受苦预备心，我们叫做预苦期或是四旬节的开始的圣餐。愿神透过今天我们神的话语以及圣餐来见证神的恩典跟救赎。我们现在祷告要在一起分享。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春节过后再一次聚集在圣殿，一起敬拜你，仰望你的恩典跟赐福，就像春雨降临，我们也同样蒙受这样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得造就跟栽培。神啊，让这些话语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圣灵感动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现的你的旨意、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跟平安。再次在你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这一段圣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在春节最常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最常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庙里面大家抢头香，对不对？再来就是呢去跟那个庙里要一个叫做什么花财金，对不对？哇，这个花财金逢人见面就说恭喜发财都有这种祝福的话，看起来感觉很俗气。那你也看到说，为什么大家人都觉得这样是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财务的需要。但是当我们见到这个台湾的社会这种习俗的时候，我们要回过来想说，蒙恩得福的从上帝的角度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是要透过这些经文一起来学习。第一段经文是箴言3章9到10节，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那我们会后续再做一个复习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台湾人的习俗是像他们拜的神明、拜的庙宇要发财金，想说你给我，我才会赚钱。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反而是相反的。基督徒是认为说，我因为有乐意捐奉献的心，所以神就给我足够。那这个圣经的教导是从主耶稣他的典范做开始的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上帝借着带来丰盛的教导，就是奉献带来的丰盛的教导。我们先从箴言所讲的，第一个，他就说要献上最好的。你要献上最好的。圣经的经文在第9节说，你用田地的最好产品。那个其他的经文的翻译是说，你出熟的土产我今年种植不论是多少，我第一个出这个成熟的，无论是稻谷也好，或是我的水果也好，我就当成是最好的奉献给上主。这是表示什么？我要享用之前，我要得着利益之前，先尊重神，所以他叫表示对他的尊重。第二个，这样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说这样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新酒盈溢，储藏不下。
上帝的丰盛我们常会感觉很奇妙，它不只是充满，而且盈溢。什么意思呢？就满到装不下。这是神给我们很奇妙的应许耶。神不吝啬比如我东西给你你够我就好了，我已经很叫有心意对不对？神给你就是让你装不下，让你盈溢，让你满意。那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神，他的应许。好，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他讲到了主耶稣的典范。他不是说我要你这么做，他本身就这么做。8章9节说，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自己成为贫穷，目的是要你们由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主亲自成为一个典范，他自己奉献自己，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摆上。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奉献他自己，舍去自己的富足，成为贫穷，为奉献立下了最高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彻底的牺牲跟奉献。主耶稣他也有要求于我们，有教导给我们，他本身做最美好的示范。今天我们一起要攻守圣餐，这个圣餐其实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牺牲，带来整个人类生命的救赎。那不是最大的收获吗？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牺牲，自己成为贫穷。贫穷的意思有点就是完全的牺牲，他的生命都奉献了，都为了我们成为富足的生命。富足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生命的富足这个彻底的奉献，成为一个最高的典范。弟兄姐妹，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大家最常讲到恭喜发财，但是我们要去察觉说，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反而是先贫穷后富足。这个教导看起来很违反人类的一个这个人性跟本身的需求。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会你争我夺呢？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我的权利不能损失说我要先有，先拥有很多人就喜欢把手握起来要抓，而不是放这个是人的本性，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违反人的本性，要符合神的本性。那他不是用讲的，用勉强的，而是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属上帝的人。耶稣已经使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看见自己是富足的。这个心态很重要，富足的心态，意思是说我是活在丰盛充分供应的神。我们说天父爸爸是富爸爸，不是吝啬的爸爸，不是一毛不拔的上帝，而是给你盈利的，充满又充满，而且是多出来的。那这个是一种属灵的一个信仰跟原则啦。那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给他们教导。我们如果看很多奉献的经文哥林多前后书出现的最多。那这段经文，保罗他先用马其顿众教会的精神来勉励哥林多教会。我们如果从经文的一些背景来查考，哥林多是一个蛮富足的一个地区，因为在那个海港，我们知道海港就是古代生意非常好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贸易赚钱，所以他要教导这一群本身已经够富足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学习马其顿教会的奉献精神。所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跟他们讲说，离你们不远的地方，因为哥林多是在南部这个马其顿是在比较北部。这个地图大概你们看一下，那个最大的一个圆圈就属于马其顿地区的教会，有腓立比啦，有帖撒罗尼迦啦，在正南边有哥林多，有雅典，有没有？现在的希腊、雅典、哥林多、坚革里这个地方就属于哥林多。
那边是海路航行，很多海港，很多贸易，很多货物进出的地方，是比马其顿富有多了。所以他才用这样的话来勉励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段经文就是他在描述说这个也是地图的一则就是在北边帖撒罗尼迦这个地区是属于马其顿，现在有一个马其顿共和国就在东欧那个地方。他这样想，他说：“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他先讲是恩待，表示这个马其顿的各教会是有福的教会，因为神恩待他们。但是其实描述的状况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哦。他说他们从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快乐。为什么？因为在极度贫困中仍然慷慨捐献。弟兄姐妹，当你愿意给的时候，是你觉得我很乐意吗？不是勉强的。贫穷跟不贫穷是在人的标准，但是从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我们是够富足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遇到饥荒，遇到灾难，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那是一种从自身的富足心态才愿意给的心态。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竭尽所能，什么事呢？就是能给的都给了，没有什么保留的。你看他超过他们，本来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他们还是到处去争，都是去找，或是去台语用填出来安呢，而且是出于自愿。”保罗这样讲是要让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并不缺，但是你们的心态如果能够学习马其顿，那就更美好了。他说他们向我们恳求，在接济犹太人的信徒这一件事，让他们有份，很有意思哈。要奉献，还请拜托你接受，就一种完全的付出的心态，还希望保罗能够接纳他们的一份心意。那我们可以理解两件事情。因为他们既然很欠缺、很贫穷，你想想看，捐的内容会不会很多？我看你也不太多了。我身上有100块，跟你身上有10块，你全部捐出来，还不如我的50块嘛，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心意是说，我要有份于这样的奉献，即使是我极度贫穷，但是我愿意参与在里面。这个是富足的心态，虽然没有，但是我仍然能够付出，那就是保罗对马其顿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或是一个大的祝福。他说，这实在远远超过我们所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换句话说，他们的属灵的次序，是他觉得我就是属于主的，我在主里面，我是全部的丰盛，我有跟没有都是神有关嘛，所以我拿出来，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犹豫的，因为神会供应。他这样的信心，你看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教会的信心，或者这样的捐书，或是这样的供应互通有无，才让他们度过200-300年呢，不是2-3年、2-3个月、20-30年，是200-300多年的罗马政府的统治、高压统治，要杀基督徒、抓基督徒，他们竟然能够存活，是神奇妙的供应，因为是在神的丰富里面，而不是到处逃难，或是到处忧头甲别人说我没有，我缺什么缺什么。这个是马其顿教会保罗要用于他们的见证给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只读到第5节那其实第6节到第8节我们没有读，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描述什么？他说他鼓励那个提多，就是他的一个同伴福音的同伴，去帮助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这样的热诚，有这样的丰富，有这样的爱心，格外的慷慨。而且他还提醒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定下什么规则我是要你们知道别人
别人怎么做，他们既然能够做到，我相信你们比他们更富有，要来也要帮助别人，考验爱心。好，那再讲马其顿教会的模范，你们觉得还不够，那就耶稣吧，听耶稣的他怎么讲这样子。所以在第9节才讲说，耶稣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而让我们因为贫穷成为富足，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逻辑啦。那跟现代人的社会的思考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整理一下马其顿教会的精神。第一个，他们经历患难，受严重的考验，他们却因为信仰充满了快乐。这是极度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哎。弟兄姐妹，你遇到困苦过吗？你遇到走投无路吗？你知道失业被人家嘲笑吗？你遇到病痛，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吗？但是马其顿教会遇到严重的患难考验，他们仍然因为信仰来快乐。想到这边，我想到说，我们礼拜4有位姐妹离开了，是我们信会小组的英珠姐妹。可能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大概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病人就对了。她抗癌十几年，然后在那7、8年前，刚好牧师来到富强教会，她也大概那个时候来，然后在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一个信仰告白。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听她进出医院，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让牧师认识，印象深刻的是说，我现在想要去参加尼泊尔的爬高山，一个癌症的一个团体，他要去那边考验自己的这信心了哈。那就这样成为一个抗癌的勇士。他即使是再怎么病痛，只要能够时间进去，他还是来参加小组。有时候我说，你昨天不是在医院吗？今天又出现在他们小组里面的聚会，而且他装扮自己装得非常非常的高雅，不是说面露病容了，他就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那一位。你看这样的心态，虽然经历了病痛困难，但心中充满了喜乐，所以他觉得来到这个小组里面就是一种医治了。虽然他已经好的征战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真的从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力度，让人觉得很大的一个激励哈。好，那马其顿教会第二个是他们在极度的贫困中仍然慷慨，患难中仍然喜乐，贫穷当中仍然慷慨。你看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对不对？而且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说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是怎么样？不是被勉强的，是甘心乐意乐于自愿，因为他们拜托保罗让他有份拜托有份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在新年的开始，我们为自己的人生，我们今年的规划，是让我的业绩更成长，我的事业更发达，我的财务能更自由，或是我任何的收获，你就常常想到我。但是我们的主说，先给，你先给来试试看，我能丰盛你什么？你让你的酒榨满溢。这个是一般的次序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马其顿教会是看自己是富足的，虽然他们极度贫穷，他们极度遇到困难灾难，但是他们是一种富足的心态，所以他们可以给。第二个，我们教会也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健康心灵的教会，把我们的教会整个提升起来，扩张教会的境界。那种贫穷不健康的心态，会让我们更贫穷、更格局更小。弟兄姐妹，真的感谢主！这3年来，我们不是有疫情吗？我们看到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一种富足的心态。虽然人数减少聚会人数减少了，大家疫情不能来教堂了，或是线上了，但是我们这3年我们所有的年度预算都没有缺，都达到预算，而且甚至还超过。那是神给我们很奇妙的恩典。我们当然疫情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嘛，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健康的心态，所以我就常常跟我们的小会员一起勉励说，我们在鼓励会有10亿的奉献，有这样叫圣经的教导的奉献。那我们教会也要学习11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收入了
弟兄姐妹的捐献，我们也要拿出去帮助别人。所以希望能够达到，也是11的奉献，对外对弱小的教会啦，对那个急难救助啦，或是总会的事工啦、机构的事工啦，反正对外奉献，对，不是用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给的越多，神所赏赐的更多。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平常我们在礼拜天比较少一起念那个上帝10诫哈。你知道10条诫命呢？前5条都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后面那5诫就是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那这前面的5诫，前3个诫就是专门在提醒我们要敬畏上帝，不要拜偶像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大概3个也可以把它集中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你的上帝就对了，敬神敬上帝，不去拜偶像。那第4个诫是说，耶和华是安息日，赐福给安息日，他就开始有应许了哦。你守安息日不是一个仪式，或是一个规矩，或是长老牧师要求你要来做礼拜，而是你要来领受祝福的啦。因为圣经说，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个福气神已经定好了你把守圣日当成可有可无，以我的行程为考量，而不是以上帝为圣日的考量。那得不得福气就是你自己决定啊。还有另外2个也是神应许的祝福。第5诫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土地得以长久。是一个孝敬父母，也是神带应许的祝福。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神用奉献愿意给来给你丰盛的应许。所以有人在讲说牧师如果讲到的时候讲到奉献好像是不是长老在压力给你说教会缺钱赶快讲一讲，看大家奉献能够教会不会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神给我们富强教会这3、4年来足够有余，而且我们每一年都有结余是因为我们愿意给，神给我们富足。所以换句话说，牧师如果不常讲奉献的道理，等于是把那个最好的福气捡起来自己用，都没要跟你讲，好康的都自己用啦，不让信会友知道说，原来带有应许跟祝福的敬畏上帝、守安息日，还有我们孝敬父母，还有我们的奉献。所以这样的福气，牧师要常讲才对啊！怎么可以说这个好的东西不分享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说，奉献就会让生命更丰盛。奉献会使你生命丰盛，不只是简单的说我金钱数字出入大大小小多多少少，不是啦，是整个丰盛生命。因为我们从这个大自然也可以看得这样。好，一个奉献的概念，奉献使生命更丰盛。奉献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让富含生命的传续跟丰盛不是简单的金钱的出入而已所以记得，因为奉献，生命会更丰盛。像牧师这个年纪听过民歌的有没有？唱校园民歌的有一首歌叫做《奉献》。我说奇怪了民歌不是唱一般很那个我们所说这文青的歌嘛那个时候校园这歌非常出名，现在还每一年都举办什么民歌高峰会。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也在追星想要去听因为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的歌嘛。但这首歌竟然是讲奉献。不过他奉献的文词当然不是跟信仰有关，不过觉得意境很好。他因为歌词描述了什么？生命自然是彼此分享跟奉献的。他的歌词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看你会不会唱民歌叫奉献。他说：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弟兄姐妹会唱的举手。
哇，都跟牧师这个年纪了。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好，你回家把它唱完好不好？哈，不然就年轻的要 YouTube 调看看，说奉献。我印象好像是苏芮啊，那个时候那位苏芮唱的，他有4段。我觉得意境很好。第二个段就是说，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然后他自己问了，他问自己：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是的，人当有那个奉献的心意的时候，他丰盛就出来了。他讲的都是大自然的事，对不对？再来，你看第3段。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最后一句，雨季奉献给大地，雨下来，就是要让大地滋润；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哇，真的是蛮有意境的哈！因为校园民歌哈，这有些诗歌这歌词蛮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这么厉害啊，这个文词哈，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歌曲的意境，很多人都一直在唱。好，那我们看到这些歌词，就知道说它是彼此对应的。其实好像2个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下雨就对大地有帮助。那白鸽奉献给蓝天，是这个蓝天是那么样的漂亮，那么的清朗，白鸽飞上去的时候，就给蓝天增添了色彩。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思考说，其实奉献的意义不只是简单的金钱而已啦。奉献的意义表现什么？包含了奉献你的智慧，贡献你的劳力，贡献你的爱心，分享你的关怀跟笑容。我再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一直会进步，一直进步？就是有一群理工人呐，他们很认真，关在实验室里面一直研究，错了再重来，错了再重来，失败了再重新实验，再来一次，因为他们贡献了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即使你说，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牧师不是讲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美好的形象吗？就是我要个脸甜、口甜、心甜嘛，好不好？那没有，我就是贡献我的笑容，也是奉献呐。虽然我们都戴口罩，但是你来到教会里面，把你的关怀或是你的祝福分享给别人，那也是一个奉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记得，整个生命，我们的大自然是因为生态能永续，是包含众生物彼此的奉献所成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年都有候鸟南飞北飞，对不对？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其实他们因为这种大自然的流转，我们海洋的洋流黑潮青潮来来去去，就造就了这个生物的丰盛。那大自然就是一个奉献的结果，才能够让大自然生命永远存续。那基督徒既然是属上帝的创造，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个道理难道能不懂吗？我们知道很多小鸟，它可能只是为了肚子饿就去吃了水果，对不对？把水果它也不像我们会挑它就把水果还有那个里面的籽都吃下去了，然后它飞到远方，然后它就排泄了。看起来是它的生理机能嘛，但是它也在贡献，对不对？它奉献它的鸟粪变成养分，对不对？它的排出来的那个水果的果汁就变成花芽了。那这个是一种大自然很奇妙的生态。所以基督徒要从这个大自然上帝的赏识，从上帝的这个教导里面知道说，基督徒是先施而后得，先给才得的，不像大家冲去庙宇为了抢头香，为了抢那个发财金，他们是先得，有了才给，如果没有呢？哇，今年没赚钱，算了啦。神是要我们相反的，
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一个果农啊，他在平常在种那个果园哈，有一次他得到非常好的那个果苗，就试种在他们的园里面，哇，那一年熟成的时候，收的水果非常甜，而且非常卖相很好，所以他就哇，那一次他收获很多这样子。那隔壁的邻居啦、农夫啊，也是看到说，哇，你们整个水果长得那么好，就给他说，能不能你的这个果苗能够给我我也来种整个要给他要嘛然后他的家人或是他的亲友说，不要啦。这样他跟你竞争了，那你赚什么？但这个果农很有智慧，他说好，你要多少我就给你。然后他的果园的附近周围，哇，大家都一起跟他一样种。然后到收成的时候，哇，他的果园很好，别人的果园也不错，都收成很好，然后就到外地卖了很好的价钱。人家就问他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就留着就好，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因为我的果园，当它开花的时候蜜蜂、蝴蝶都会来，是不是采蜜嘛？然后它采了这个水果的花的蜜，又跑到别的地方采，那是不是花粉会互相传递？”他说：“那如果别人的果园的果树是很糟糕的，它不会生产、不会甜的，他把他的花粉传到我自己这边来，那我还没有得到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彼此分享，把我的花粉传到别人的地方，别人他们也是好的那个果苗嘛，所以他们的那个花粉也能够授粉在我自己的水果里面，那大家彼此共好。那这个心态让他得了利益，而且大家都感谢他。”其他人也得到帮助。他如果不给他呢，别人的果树的花粉会传到他自己的果园里面，可能会更糟糕。弟兄姐妹，我听到谢牧师讲他一个故事，然后他在国中国小的时候，可能有一次因为不小心吃了冰棒，不知道为什么也突然间整个支气管就长期的发炎，又没办法好。那个时候没有健保，什么都没有。他爸爸妈妈很关心他就是用尽办法要医治。那个时候的医疗也不是现在那么好，到处找医生后来在他们隔壁的一个乡里面找到一位老医师，可能是日本学医回来的，在乡下来施医给他看，慢慢有成果，有效果。就一直给他看到最后能够恢复起来，所以你看现在谢牧师还长得很高，还好，那个时候可能被医治了，不然的话就长不高了。好，人家那个医生他看到谢牧师的爸爸骑了一辆破脚踏车，远道来看病，看起来就不是很丰盛的人了，他就很出了怜悯的心说：“我们家的后院有很好的那个荔枝的果苗，你要不要？”爸爸也是种田的，他说：“你带回去种，也许这样的水果会比较有收成，可以帮助你。”他的爸爸就用感恩的心把这些果苗带回去他的家里面的田里种。后来果然哇，长出来的奶鸡又甜又大。那当时那个时代奶鸡不是很普遍所以有出产就是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谢牧师说，因为神恩待他们的家，让这个医生愿意奉献，把这样的果苗送给他们家，然后他们借由那个采收的水果能够卖一点点费用，能够帮助这个家庭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让谢牧师的那个年轻幼时的病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是一种善的循环，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圣经里面教导有一位出名的牧师，就是叫做约翰卫斯理，他是英国圣公会出身的，后来他们改革教会就创立了卫理会。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台南有很多间卫理会？卫理会它就是用卫斯理的
名称来称呼他们的会嘛，就好像我们说路德会，路德会就在讲信义会，就是有关马丁路德的系统，叫做路德会。那我们长老教会没有用加尔文会，是我们叫做长老教会那其实这是宗教改革很大的一个系统了那这个卫斯理呢，他就教导他们的信徒，他怎么教导呢？有关奉献的教导。第一个，他说你要努力营生。如果用我们的现在的话，就是说你要努力赚钱。哇，这个努力赚钱在教会里面就这样讲，人家说哎呦好世俗哦，好俗气哦。但是这个是那个卫斯理讲的，他就说你们要认真工作啦，努力工作，而且要有智慧工作，让你的财务能够改善。那就讲到一个犹太人很会赚钱，对不对他很会营生啊。他讲到二次大战有一个故事可能很经典的，可能大家常常会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对犹太人的父子，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纳粹关到集中营里面，所有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掉了，整个一无所有了，因为还被关在里面。那个时候父亲跟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智慧，其他没有了。记住，当别人说1+1等于2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说有什么办法可以1+1大于2，就用头脑去想怎么样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就对了。那这个故事怎么说呢？我简单来介绍他说，在那一次犹太人不是有600万被屠杀了吗？好不容易这对父子幸存下来，然后就他们被逃到美国去，从那边在休斯顿白手起家，他们就做生意，他就卖铜我们就那个铜铁的铜铜器的生意。然后有一天爸爸就问儿子说，你知道1磅的铜的价格是多少钱吗？他孩子很精明，说，1磅35分钱。你知道1磅大概2.2磅就是1公斤嘛，所以还不到半公斤，有35分钱。那爸爸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答案因为整个德州人都知道每磅的钱是这个价格，但是我要你思考，应该是说1磅的铜是3.5块美金。怎么可能35分变成3.5块美金？他说你要把这个铜做成铜环，门的铜环你就可以卖这个价钱。那等于是把那个价值提高了，对不对那就是叫他有这样聪明能够赚钱的意思然后许多年过后这个儿子就得到爸爸的真传他虽然在做铜的生意，但是他不止把铜做成门把，他后来还研发把那个铜做成瑞士的钟表里面那个铜片，那个弹簧的簧片，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表嘛，所以要用这样的机器，而且还做那个奥运的奖牌，一小块就赚很多钱的意思了他就遵从了爸爸的教导，有点类似说用智慧来运用，让他成为一个丰盛的人。他真正让他大的发展是什么事呢？就在1974年美国的政府他们在纽约港不是有一个自由女神的铜像吗？那个像久了要维修嘛，所以就维护有时候需要修理，要换材质那些垃圾丢在那个小岛上面，那一个小岛对不对？在纽约港这怎么办？要招标看有没有人来收这些废料，很多人都不敢，因为觉得说纽约的这个环保意识很强谁弄不好不只是没赚钱，还要亏钱所以他们就不敢。但是这一个儿子这位铜器的商人就马上搭飞机赶到这一个纽约的州政府那边，跟他讲说，来，我包下来了。包下来干嘛？清理废弃物，顶多赚一些运费嘛。他不是，他看到自由女神像所拆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木料，他就签了个约说，把它买下来，全部我来处理。那些
生意人就看好戏，说你准备亏钱吧，你准备倒掉了。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是用他的智慧，他把从女神铜像那放下来的，自由女神铜像放下来的会铜，就把它铸成小公仔，小的自由女神的公仔，一个卖好几十块美金。然后那个水泥块也能用哦，木头把它加工，当成那个自由女神像的底座，然后把会铅会铝把它做成纽约广场的一个钥匙。那更精彩的是什么？连那些在那个女神像拿下来一些灰尘啊，那些泥土啊、灰渣，他就把它弄好，整理出来，把扫下来灰渣一包一包来卖。卖什么？他说这个叫做自由之城，自由之城，连那个泥土都可以卖。那我的意思是说，约翰卫斯理叫我们努力工作，不是你这样笨笨的一定要有智慧，然后去找到生意的门路。那神给我们智慧，你在工作、你的职场、你在做什么的生意，神给你智慧，比你对灾气不应该阴暗，效果更好。好，那这不只是叫他努力工作，他还怎么样？卫斯理说，你们要尽量存钱，累积能力。第三个更重要，他说你要尽量的捐献、捐书奉献，因为这个就是最大的祝福。当然。卫斯理他讲的就是圣经的真理嘛，就是耶稣为我们奉献的真理嘛。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耶稣他使贫穷成为富足的使灵原则。他的法则是，我们金钱最有价值的运用就是奉献。一般的人，你在读商学院或是读什么理财，都会让你说你要怎么投资，对不对？投资什么股票啦、基金啦，或是投资什么很好的标的啦，哇，一大堆道理。但是神的原则是，你奉献就是最好的投资，而且越给就越多，这是上帝的法则了不是社会的法则哦。但是因为有大能的上帝，他在控管，他等于是全世界所有人的财富的这个操作者啊。那你愿不愿意来相信他？第二个。你是一个有神思想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从历代以来，有能力奉献的没有一个是贫穷的啦。你去找找看，他有能力奉献，他就是富足的人，不是贫穷的人。虽然即使他极度缺乏，但是他是一个有富足的人，因为就像马其顿教会，他是一个富足的一个心态。所以虽穷却能给，虽缺乏却能够分享。第三个，看自己是富足的心态。我是富足的人，你就可以给出去；贫穷的心态，那人就越给就越贫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啦。人的法则不是这样想的啦，人的是想拥有、想私有，但是神说你愿意给，因为这是在神的操盘里面，在神的运作里面，他的法则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个丰盛的因子在里面。最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努力说：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器皿一样，也像一条道路。感恩的心就是一个器皿，感恩的心就是一个承受恩典的器皿。你是一条道路，是让福气可以循着这条路线进到你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保罗这样讲，是因为可能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困难保罗才用这样的话来教导他们。我们也许有这样的软弱，我们人性的软弱有这样困境，但是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说：出于我自愿的，出于我自己有能力的，而不是勉强的。保罗在别的经文里这样讲，不是出于勉强，是甘心乐意的。愿神将这样的福气，在新春开始的时候，就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富强人的身上。我们是一个富足的、神赐福的丰盛的人，富足的，在属灵的富足的人。我们要接下来一起领受耶稣基督他自己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属灵的圣餐的领受，一起来看见这样的祝福。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
唱这首诗歌《宝贵十架》。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请小会员来预备，我们弟兄姐妹准备来领受这样的圣餐。我们坐着唱哈，唱一遍，一次半，一次半。来，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主，使我能再次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宝贵十架上，随着人间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随着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那这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再一次，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你属于他教会的按照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按照主耶稣透过保罗所说的话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我们按照他的样式一起来先感谢神。亲爱的父上帝，我们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让我们领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主耶稣本是富足，为我们人类成为贫穷，是为了让我们从贫穷得到富足，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生命。主啊，藉由圣餐，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帮助，也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培育，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这样感谢主，荣耀主的圣名，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请小会员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当拿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个2合1的圣餐很方便。当你拿到的时候，
我们把第一层的薄膜，透明的薄膜，把它撕开一半，那块小小的饼拿出来，放在你手上，我们一起做祷告。刚刚牧师所分享的主的话语，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立志说：神啊，你为我们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愿神这样的牺牲也成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成为富足的人，是因为我愿意给，愿意奉献，学习主耶稣的样式。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位愿意富足的人，因为你愿意给。耶稣用牺牲奉献来做见证，我们也学他的样式，一起来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这些饼跟杯成为我祝福的根源，让我能够在主里面得着医治，得着平安，得着神所赐生命的丰盛。感谢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如果比较做边边的，举个手，让同工知道你还没拿到哈，不要客气，摇一下手。还有没有没拿到的举手一下？感谢主。愿这个恩典的记号成为每一个人成为富足，在主里面生命富足的人的一个记号跟恩典。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拿到的？不要客气。我们拿起我们的饼，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同心来领受。接下来我们将第二层，就是铝箔的，把它慢慢撕开。我们拿起我们的杯。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耶稣的恩典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爱，让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欢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我们是你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主啊，每当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在这纪念主耶稣完全的牺牲、完全的奉献，让我们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当我们学习主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丰盛的国度、蒙祝福的国度、永远不缺的国度。神啊，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有这样的能力，在极度欠缺却仍然愿意给，在极度贫穷却仍然富足。神啊，将这样富足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为此来见证神的丰富跟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准备请执事来收奉献。那牧师再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哈。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周报会夹一个奉献袋，纸的奉献袋。那是什么用意呢？就是说我们在特别圣餐的时候，你如果有感动，你有准备，你可以将你的圣餐奉献放在纸袋里面。那平常的主日奉献就直接放进去我们的执事的奉献袋。那这个纸装的奉献就是要当成我们的宣教基金，就是当成我们对外关心对弱势奉献、急难救助的用途。如果你有这样感动，可以把它分开；如果没有准备，没关系，就一次奉献就可以。我们也请长老来帮忙来整理我们的这个圣餐桌。我们执事就先请来收奉献哈。我们请时间交给我们的执事。谢谢。请大家预备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会众起立唱奉献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报告前，我们先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请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哥罗西书第4章6节。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主日召开会员和会，只有1堂礼拜，请准时参加。主礼由夏文学牧师，司礼由吕淑文执事。翻开周报第3页。上周聚会信息，请兄姐自己来过目。请我们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今主日2月18号举行新春圣礼典，除了主日奉献外，也同时有圣餐奉献，款项会存入宣教专款账户，作为宣教事工，请会友依自己的领受恩典斟酌来做奉献。第2大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下主日2月25召开定期会员和会。第3次公告和会名单，有遗漏或出入者，请向维斯干事来订正。
第3点，本主日2月18号是总会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一起来参与关怀，并欢迎为此事工经费奉献。第4大点，代祷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邀请会友加入禁食祷告行列，实施期程为2月19号礼拜一到3月29号礼拜五，邀请所有富强人来参与。第5大点，本学期奖学金申请日从即日起到3月3号截止。第6大点，邀请大家加入富强人赖群组。第7大点，上礼关怀消息，本会信会小组李银珠姐妹于2月15号礼拜四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并在2月23号礼拜五上午10点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并于2月24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本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邀请兄姐出席参与关怀，并为3位信主的家人来代祷，愿上帝赐下安慰与力量。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第1大点，富强2024年富强门徒学校已于1月21号正式上课，开课日期从1月21号到6月16号，每主日早上9点，共19堂。其他消息，门徒培育事工查经班、音乐班、书法班、真道理财课程，还有哀伤陪伴课程，请大家自己来过目。第6页，关怀代祷事项，为台湾内政及外交、国家复兴守望代祷，其他请大家来过目。奉献征信，详细内容、金额若有出入，请大家来向财务部同工来反映。以上报告，请夏牧师补充报告。谢谢。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了哈，是我们这个浩恩的朋友，叫做潘和烈 Josie， 欢迎你。是你的同学吗？不是，朋友。宣教士，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参加哈，谢谢。那牧师再用那个投影片做一点补充哈，我们有几个邀请了哈，除了下个礼拜我们是会员合会哈，请记得哈，我们是9点才开始，只有1堂，所以你不要到10点半、11点才来，已经要下课了。因为我们有合会要报告事工，我们觉得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啦，反正就支持就好。但是你能来参与，让我们那个事工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因为没有爱餐，所以我们就送一个便当，可以在教会吃或是带回家哈。请大家记得彼此邀请。另外一个邀请就是在投影片上面的哈，我们在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我说这个跟四旬节其实是相叠的，但是日期的算法不一样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四旬节是大斋期，它是用几周，然后中间的几天来算，所以这不大一样。但是就是为了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连锁的祷告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我们楼下那个空格还剩很多不怕你填呐至少你能够参与一餐在礼拜1、礼拜2、礼拜3哪一个3餐当中一餐把它填你的名字。如果你能够参加2餐、3餐更好那有的弟兄觉得可能他自己体质的关系不方便进食，没问题，你也可以参加签名说我要参加祷告会，或是有人就是吃轻食或是流质的，那也可以祷告那边有一张祷告表，
我们在4楼的招待桌，在楼下招待桌都有拿回去，按照那个时间哈。哇，像去年我们就会po在那个祷告内容会po在光源国度啦。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护强人群组吗？我们再请我们的干事看有没有办法把每一天的三个祷告哈po上去，或是在光源国度的 FB 里面哈。那请大家一起参与。刚刚有讲说护强人的这个 FB 哈，我们包括这个 LINE 群组呢，护强人的 LINE 的社团，现在才169个。这个就等于成为我们教会有很多重要的讯息啦、联络啦，包括说我们有和会手册、电子档啦，都可以放在里面。啊，如果你有加入啊，请你扫描那个 QR code 就可以加入了哈。啊，那个不会随便传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就是专门教会有事工在传给你，所以你不会让你觉得哇一大堆都洗版，不会哈。我们也不会平常自己加东西进去，就光做教会的联系用途啊，请欢迎大家互相邀请，或是有的比较不习惯用智慧手机的，可以教他一起弄哈。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报告，我们在礼拜天有英语查经班，有华语查经班，都是我们的马教授、我们的李伟教授他们主持的哈，很难得的查经班。如果说你没有其他时间，欢迎礼拜天来参加。那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礼拜3的，由我们曾牧师来主持，他也是2班哦，一个是早上的10点一班，你平常不用上班或是时间允许的可以来白天的班，晚上下班来8点在我们3楼哈，欢迎参加。这次要查考先知书哈。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我们这个投影片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哈。一本小小的祷告手册，牧师手上也有一本，这是我们那个哀伤陪伴哦，他们为了关心他们的团员呐，这些学员哦，就跟义珍长老要了那个原始的资料经过很热心的编辑编辑得很漂亮成为你每一天祷告的内容，里面大概有60篇左右哈，你看它这个内容是这样子，有一段经文，有这个金句下面有一段祷告词。还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来听那个网络的诗歌哈。再来你把那个金句抄在这个格子上面，还有你自己那一天祷告什么，我觉得很好。你小组要的话，赶快，因为他第一次印哇是限量版嘞，才100本100块，这个材料费而已哈。如果大家响应很好。我们再请马教授再编第2版了因为这个算是内部用途啦，也不是在卖，只是说很好的祷告的手册，欢迎大家踊跃来如果有需要再印第2版，我们再请登记哈。好，那牧师在做最后的提醒了哈，我们40天的祷告从明天就开始了哈，请大家踊跃来参与这样子。那下个礼拜要开和会，我们手册呢，今天有先印几十20-30本，需要给我们报告者，就是你是团长或是你是长职，有负责什么事工要报告，先带回家去阅读。当然下个礼拜要带来啦，这样才会节省。如果你想要拿到电子档的，就不用拿一本那么厚哈，或是你家人4-5个不用拿那么多本。虽然现在量已经印出来，但是如果你想要，可以寄给你，那你就可以保留着，也不用说一本手册那么厚哈。好，最后呢，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这新春感恩礼拜很多人外出嘛，度假或是去回乡探亲，那我们教会也送了一个小小的上帝的红包很可爱，里面有一张很漂亮的卡，是上帝给你的话。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参加，可以到楼下，如果还有剩，就把它拿回去哈，当成你今年的一个勉励啦哈。可能剩不多，把它拿回去。还有我们有那个小春联有没有哈？现在可能有的家庭没有地方可以贴，但是如果你家有2间房子了，你可以多拿一张哈，就把它索取完这样才不会剩下来，很可惜啦哈。或是你有好朋友要送给他也可以哈。好，那最后再邀请大家，如果礼拜6时间允许，我们请来参加我们的李英珠姐妹的告别式。因为刚刚我们的杨执事有报告说，他的家人都还没信主所以我们小组呢特别安排说，
在礼拜六来教堂做礼拜，让他们的家人、亲友也能够来教会，一起领受一个神的恩典是传福音给他们。如果会友来参加，也表示大家的关怀欢迎大家来参加，也为这个家庭能够接受福音来祷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执事。请起立，同心来唱颂荣诗歌。吟唱完，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